清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头一批117000档 AG 预防车，伫这个月初已经送到咱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暂时宣布讲，已经检验过全部拢合格，会当注射。所以伫明仔载要召开专家会议，上紧后礼拜1、2日会当开始做。 台湾第一批117000档的 AZ 预防车，17尾项完成无菌试验。卫福部长陈时中公布检验结果，讲食药署已经完成风险检验，确认这批预防车安全性检验全部合格，会当使用。19开专家会议讨论各种做的细节加适应症，上紧2日开始做。我们预期的计划是要下周开始，但是还是不是为了要打这而打嘛哈？ 因为我们事实上疫苗我们是比较慢，但是慢的好处就是能够检验相关的一些安全性的资料，好，所以我们大概就要请专家小组最后给我们一些建议。我目标还是在下礼拜。验过国际之间对 AZ 预防车的安全性依然有疑虑，所以若是专家讨论了，认为一个观察也有可能延期。 若是顺利，就会开始分配到各县市50多间注射病院，优先予6万名愿意做的第一线医术人员，拢会当做到第一档。结果看后壁预防车到会进行，决定剩的预防车安怎分配。现在就是我们有相关的合约目标，大概是100哈，本来是100多家，但是有一些电脑的相关的一个讯息或资讯的一个系统，那目前已经确定大概是50几家。 另外，咱台湾向 COVAX 买的476万档预防车一直拢也未来，但是中讲联合国希望优先配送给弱势国家，而且台湾的疫情相比较其他国家较安全，所以较缓。因此，虽然 COVAX 保证5月底进前会配送，不过指挥中心依然正保留。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昨晚宣布，咱台湾甲别流的旅游气泡计划要正式起工。 4月初1有头一团会当出发去佚佗，旅客上侪是101人。目前由华航甲旅行工会协商旅行社来做，规团爱白做伙，袂使四界拍走。若出发进前爱做采检，采检阴性了后，才会当上飞轮机。 卫福部、外交部、交通部斗阵出席指挥中心例行记者会，宣布积极启动台北旅游泡泡计划，确定咱国家别流首发团4月初1出发，限制专程带团未安排个人的行程。旅行社必须先规划停好的所在，撇开当地民众大的所在，团体行程一律定点来转接。 交通工具爱每天消毒，团客爱住伫当地卫生单位认证的安全防疫认证的旅馆，食饭有专属的所在，必须保持社交距离，而且适当分流。旅客在登机进前要提早4、5点钟来到机场采检了后出发。目前是由华航跟旅行社全联会他们正在洽谈，那主要就是过去曾经超过帛琉的旅行社为主，可能有2种5天4夜跟4天3夜的行程。 我们不会去定一个上限，但是我们会去跟他来这个详谈，要一个合理的这个价钱。 交通部已经完成桃园机场现场的动线会勘，到时出团的旅客会伫机场分配采检，等待结果公布，开始办理出境的登机手续。旅客在倒来了后，免伫厝隔离，不过要进行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5天，必须一人一室，有独立的浴巾啊、挂嘴安，袂用甲别人斗阵食饭，无正常用出外，禁止坐大众运输工具，袂用到人多所在。第5天爱采检，阴性了后继续9天的自主健康管理。礼拜1不幸有团客伫当地旅游时确诊，规划以尽量减少移动的方式隔离治疗。我会高度予以注意了哈，那进行相关的疫调，那检讨过程是哪个地方是染疫的，当然也不排除就是说有特别多的一个案例的时候，那停止这样的一个旅游。台北河开边境的大门是亚太地区旅游泡泡头一个，有旅游业已经开始受理有约，去面超过400多人报名。初步估计，因为防疫的规格有关成本，团费可能对计起来有4万起到7万到9万块左右。以目前把一个旅游的套装，加总起来，包含比如说要做2次的这个裁剪，等等的费用加总，大约可能会落在7万到9万之间。交通部观光局统计，疫情进前，民众一年大约有2万人去别流旅行。观光局最近的公布接待旅行社名单，让民众选择。4月开始，台北航班每礼拜飞航2个班次，由华航来飞行。因为防疫考虑，每班团客上限110人，未来会随时来检讨，看情况调整航班。记者郑宏报道。
来关心天气，今日甲明仔载2天，各地主要拢是好天济云的天气。来看温度，今日东部水汽有略增加，所以华东有局部大雨。其他所在是好天济云，高温有30度。西半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今日早起大雾的所在嘛有变较快，所以气象局有针对新北等5个县市发布大雾特报。有的所在能见度无到200公尺，所以塞车爱细致。这几天西半部空气品质嘛无好，拢是柑仔色的提醒到红色的警示，国民族群的乡亲嘛爱细致。咱台湾是欠水欠到真食力，真侪只景点即马拢大哭哭，家己的仁义潭、湖底的土沙拢闭开啊！台东的嘉明湖面积嘛直直咧求水，还有台南、东山的天景嘉利仔口嘛因为欠水，一寡美景目前拢看袂到啊。比起土地佮发草，看袂出来满水位是虾米景象。这是家己仁义潭的现况，有民众为3月11开始连续4天伫遮记录影像，翕到欠水的情形，提醒大家爱惜用水。水也减少很多了，然后我就想说过来看看，然后也希望说能够呼吁大家节约用水。因为欠水情形严重，仁义潭跳水量降到剩39.1%，大部分的湖底拢现出来。2个做一个比较，即摆仁义潭甲去年5月比起来，水量明显变少。互人俄罗斯西口小瑞士的天井瀑布，过去水量充足的时阵，会出现降水雷亚阵的这个奇景。不过最近欠水，这个壮观的景色已经看无了。因为目前水比较紧，所以那个放水的次数可能会有所调整。所以那边的水位可能较少一点。那西部欠水，有天晒目屎美名的台东嘉明湖，也因为久无落雨，湖水的面积愈来愈小，山寮的用水嘛剩1个月尔。嘉明湖山屋已经连日多日没有降雨，然后现在山区的水源告急。台东林管处所有山友上山进前准备好家己需要的用水，强度难关，以免互山寮的用水愈来愈少。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保护海草大业公道连叔叔拍算伫今仔日会正式送到中选会，拆掉无下规定的部分，大概有65万份的连叔叔。公道的总部嘛进行讲尾啊，有一寡人撤签救回去，拢有伊的理由，嘛会尊重未拒绝。来看《联合报》，日本的连锁寿司店举办促销活动。名内底若是有华语鲑鱼港饮的人，就会使食免钱的，引起全国各地拢有人专工去改名。昨昏就有超过100个人去户政事务所改名。内政部是提醒讲，要改名，加加敢若有300个机会，唔通无细节改过头，全改袂回来。来看《苹果日报》，台南市民苏宝兰2年来检举也是申诉警察的案件有288件。台南地检署去年6月份甲伊起诉，高等法院的台南分院昨昏2审宣判，判伊1档的有期徒刑确定，以外会使1颗罚金，也毋过敢会使用36万5千块，就会使唔免关。检方讲因会阁想看卖。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68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增加病例，目前计共990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4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000万例，巴西是超过1160万例，印度超过114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28万例，法国是超过416万例。天主教的教宗方济各17日参加公开活动的时，伊是表示为着要停止暴力，伊愿意伫缅甸街头跪落来。这嘛仿想着前一阵啊，一个修女跪伫缅甸的军方面头前，鼓声因离开的画面。这是一位民众伫厝内大门的碰镜孔翕到的情形，先听到庆声，有一位示威者就倒伫咧涂骹，另外一个人要甲伊救起来，也毋过看起来已经救袂大啊。缅甸当局扩大戒严。军警大规模镇压反政变的抗争。捌伫2017年访问缅甸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对缅甸目前的情势感到悲伤。Dove tante persone, soprattutto giovani, stanno perdendo la vita
per offrire speranza al loro paese. Anche io mi inginocchio sulle strade del Myanmar e dico cessi la violenza. Anche io stendo le mie braccia e dico prevalga il dialogo. Il sangue non risolve niente. prevalga il dialogo。告状这款话，让人想到2-3礼拜前，在缅甸警方面前2边归来修女女童，伊当阵上手空空的女童跪伫咧涂骹，向全副武装的警察讲愿意用家己的性命交换，要求警察放过示威者。这段画面引起国际社会震撼。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一个做唐录的专题报道。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统计，自2月7日政变到即马，已经有202人死亡，2181人被逮捕或者是起诉。昨日伫咧讲安全部队向示威者开枪，大家先走，验过尾伊个偷偷啊转来，这边转来是有传好势，因正罕见的向军警部队弹汽油弹，一个人虽然离部队正远，又还用胶片啊攻击。迄间强甲西北部城市凯莱当局，甲示威者伫咧历史设立路洞放回收。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缅甸的军事政变，军政府手段粗残，镇压民众，免200人伤亡。缅甸的第一大城仰光，有真侪中国资金在经营的工厂，当地员工拢惊着受到牵连，赶紧离开。另外，嘛有警消人员无法度接受军方压迫，看袂落去，逃走去印度。上清上晚的卢工昨日开始来撤离第一大城仰光的来淡雅工业区，要来闪避华林工厂连日来遭到反政变示威者攻击，甚至放火危机。因摕到随身的物件，挎伫奥多巴的公车也是拖拉机顶面，一路拢是人车，真混乱。我都快要这个拢我家出来讲没有，阿姨一点就先来去。真侪无想要伤害家己百姓的警消人员也加入撤退逃亡的行列，已经有400多人被告邻国印度。钦邦前消防官员口误，因为无愿意配合命令，用消防车来驱散示威者，几乎放母放囝。第20-30名的消防人员对山区去印度，比着山寨来声援公民无服从运动。Kayaknya itu CDM kan lah, tuan polis supaya menentukan, minlu silakan melakukan tarak mau, coba tuan ketidakkan。军政府15宣布扩大戒严了后，大动作血清镇压，讲要用死刑甚至无期徒刑路解来恐吓示威者，死亡人数一直上升。联合国呼吁军方停止杀害、迫害示威者。More than 2,084 people remaining arbitrarily detained. At least 37 journalists have been arrested, of whom 19 remain in arbitrary detention. At least 5 deaths in custody have occurred in recent weeks, and at least 2 victims' bodies have shown signs of severe physical abuse. 伫这时阵，各地反抗行动依然继续进行。仰光西部内区街路上，军警来阻止示威的活动，民众伫厝内底一直敲碗盘鼎来反抗。街路上也一直庆出高烟，也佫有庆声。港边的培义软桥顶边有示威者对军方所设的路上放火。南部港市土瓦民众也继续行上街路抗争，举着标语喊口号，有的骑奥多巴游行，呼吁政府结束镇压。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甲美国的国防部长16到18这段期间，伫日本甲南韩访问。要进行国防外交首长2+2的会谈，伫日本会谈的时，用上侪时间来讨论中国对全世界威胁。We will push back if necessary when China uses coercion or aggression to get its way. 昨日伫东京的美日国防外交首长2+2会谈，是美国拜登政府就任了后，重要官员头一摆海外正式访问行程。除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缅甸局势变化，占用上侪时间的，就是中国对区域安全甲民主法治的威胁。近日，中国修改海警法，授权中国巡逻舰艇会当伫单方面申请有主权的海域对外国船只开火。对日本来讲，这对维护东海各岛属的主权是严重的假事。当然，中国伫南海军事扩大也是美日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東シナ海および南シナ海を含め現状変更を試みるいかなる一方的な行動にも反対するとともに、中国による海警法に関する深刻な懸念を共有いたしました。
此外，美国国防部也由军方将领召开记者会补充说明，长期任职伫美军印太司令部甲驻地美军的海军上将福勒，更加明白地指出，中国就是21世纪上大的战略威胁。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sidious and corrosive and corrupt influence is at work globally and in this region. Some examples include their pursuit of multiple port deals, loans for political leverage, vaccine diplomacy that undermines sovereignty. 17到18，布林肯甲奥斯汀将伫首尔甲韩国进行同款模式的2加2会谈，延续北韩核武甲半岛局势。因为18伫美国阿拉斯加美中两国高层官员将伫拜登政府就任了后头一摆面对面，这两天有关中国威胁的讨论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非洲国家伊索比亚北部城市对去年11月份开始就发生内战，14个月已经有几2千人死亡，50万人有路无厝。这款状况嘛引起美国的关心。顺着街仔路行，四界拢是烧甲乌麻麻的战车甲武器。非洲国家伊索比亚为去年11月联邦政府甲州政府爆发严重的泰格瑞战争了后，4个月来，这场内战让数千人无命。የተቀመረ ወደ ካብ ተረፈ ቤተክርስትያን ወሲድና ሰመንያ ካብ ሰመንያ ብላዕሊ ኣብዚ ኣብዛ ቦታ እዚኣ ካብ ሰመንያ ብላዕሊ ኣራይቲ And who killed them? ወታደርና ሻዕብያ激烈的内战，和当地黄土拢是落落来的枪支，烧去的建筑甲凊彩抬起来、踩起来门仔堡。严重的内战，和国内真侪农地无人采收，阁有不过的13岁囡仔互杀害，有50万人失去家园，无厝通转去。和人道组织烦恼者的内面，有可能要死伫泰格瑞。ብዙሓት እዮም ተቆፂሖምና ብዝኾነ ቆፅርናዮም መብዛሕትኡ ግን ኣብ ገዛ ዝተረኸበ ህዝቢ ግን ተረፈ የለ ኣብ ገዛ ዝተረፈ ሕና ሃዲምና ኢና ተረፈ ሰብ ግን ብጣዕሚ ብዙሕ ሰብ ሞይት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公开发言，批评这场内战是咧做种族的清洗。这嘛是国际社会内底头一名针对泰格瑞地区的暴行提出批评的官员。不过，伊索比亚政府无承认这款的指控，认为布林肯的讲法是无根据的。国际新闻台上朋友。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华裔戴奇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这项人事案参议院已经通过啊。伊表示，伊是台湾移民过去的台湾查某囝，会当做这个职务，伊是感觉真公平。来关心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因的总统破病过身，食到61岁。反对派是讲，洪城总统是为着新型冠状病毒死去的，不过官方并无证实。美国的联邦准备理事会宣布利率无被调整，会依期无改变。第一，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拢起，道琼指数起189点，头一摆收伫33000点以上。中国之前是禁止咱台湾的往来进口，想袂到中国的国台办即马是宣布对台农业优惠措施，农林22条，讲要支持咱台湾人去投资，也毋过真正的目的是要抢咱台湾的农业人才，学咱台湾的农业技术。中国3月7日开始暂停进口台湾往来，引起各界批评。伫当下17，中国是提出新的方案，宣布对台优惠措施农林22条，讲是支持台湾人甲台资企业伫中国农业、林业领域发展，是相关部门全面贯彻习近平伫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谈话。无论是暂停台湾地区菠萝的输入，还是出台农林22条措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陆在对台工作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农林22条有立足新发展等3大特点，内容有农地、林地使用、用资便利，也加资金支持、投资经营、研发创新、开拓内销市场这些方面提出具体的做法，进一步为台湾人甲台湾企业提出同款的题目。国台办是讲，这甲进前的31条、26条是共一个源头，会进一步来促进两方交流合作，呼吁台湾民众爱把握。我们相信，台胞台企只要抓住机遇，一定能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国台办也在记者会上再一次声明，暂停进口台湾往来是科学合理的做法。佮强调，去年要向台湾通报28批往来无合格情形，按过无得到改善甲回应，所以才会暂停进口。批评讲是民进党当局家己甲大门关起来。
关键是呢，民进党当局丝毫没有为台湾农民着想的意愿，做些吃菠萝的表面文章，不过呢是想要蒙混过关罢了。朱凤莲强调，中共一直在协助台湾农民，不过民进党当局一直抹黑。若是说来是不是有可能有其他的台湾水果会封禁止进口？朱凤莲表示，主管部门会依照规定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促转会本地是5月底，今年5月底就要结束啊。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表示，伊支持促转会第2摆延任，因为还有代志还未做煞。不过针对延任这件代志，有国民党的立委是用违章来批评。促转会5月就到期，敢有要延期？行政院长苏贞昌10日接受质询时，讲要互因搁延长一档。不是几十年的威权统治，1、2、3年间就能做完。我觉得应该多支持促转会，让它延续，并且任务要更充实。苏贞昌讲支持促转会继续运作，不过嘛希望机关对任务的规划甲执行爱搁较招稳。促转会嘛表达进前主要的规划，刷落来重点。会开始执行。那下一阶段的重点其实是转型正义怎么落实跟执行，几大重要工作里面，包括这个平复这个受难者的司法不法，然后要去补赔偿，这个也都需要法治基础。那这个我们草案已经完成。促转会伊有提出一个草案，就是这个权利恢复条例，像这种法案的推动嘛是转型正义的重要一部分。这时间当然无到位，这个发动这个修法所以这嘛是延期的原因之一。行政院表示，促转会为成立以来，撤销了6000件司法不公的案件。不过，促转会原则上是规划型的机关，无权利执行补偿，未来会透过修法来互因转型。另外，对民间争取会认为，促转会延期就亲像万年国会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后，应该爱把工课分予其他单位来做。行政院是回应，甲力量集中来做，可能效果会更较好。促转会成立这2档外，爱互因更较济时间。国民党团副书记长陈玉珍是用违章建筑来批评，认为促转会根本无照法律来行。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体大大车拼，咱来看中华职棒开始小战，传统的好戏两场大战，过22档，味全龙昨昏是以4-0拍赢，摕到转来中职了后头一场的胜利。很好，第一球就来到了152哦。味全龙的新人切落去，第一军第一遍登场就火球连发。球速一直冲超过150公里，搁再配变速球，第一局就和场地打者连3 K。结果这个变速球吊中了张志豪，打者回棒落空遭到3振。在1局的下半，徐若曦中华职棒第一场1军的出赛 ，KKK 连3 K。切落去连续赢3胜，交互兄弟1个月就连续9个3胜创纪录。变速球收到了效果，张志豪回棒落空遭到3振。到第4局。球队依然对于无裁掉，搁摕2张老 K。这个变化球进来，周志齐没有出棒，被拉掉了。一落去解决的11位打者拢是3胜，这边就创下3.2局11 K 加新人第一战11 K 2项中职的纪录。味全的队友也予伊火力的支援，伊也未起哩投球进前就已经提分。昆雷拉抓第一球，打穿了游击防区。1局上半间，味全龙队友立刻有分数进账。要伫第3加第7局。味全龙搁再提分，要让场队一直和味全的投手防守。上尾味全是以4-0完封中信兄弟，摕到回归中职的第一胜，也是队史让7819公了，再一次摕到胜利。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苏花公路游览车弄煞壁。交通部长林佳龙即马是指示讲，爱赶紧来推动苏花案的综合规划，发生事故的路段嘛要检视敢有安全。希望伫2030年之前完成苏花案甲苏花改，嘛要推动修法，要增加4岁以上的乘客坐大型的巴士，拢爱合安全道的规定，若无就爱处罚。绕过双脚扣上即可完成。游览
险车播放影片，示范安怎下安全带。车内空间座椅头前也拢有打警示语，为了行车安全，要求乘客一定爱下安全带。不过实际状况是，敢少数的乘客有遵守规定。对啊，会弄的是少数。我之前做，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系。看路段，或是山区会啦，然后跟高速公路会。其实，交通部第2017年就提出修法，增订4岁以上的乘客坐大型车无下安全带的处罚规定。若做行驶伫一般公路无下安全带，会罚1500块；行驶伫国道也是快速公路，会当罚3000至6000块。另外，佫明定游览车也是客运业者应该用影音也是标示，互乘客知影安全导线甲下安全带的相关资讯。若做业者并无通过，上济会互人罚9万块。不过，这个法规经过立法院一致讨论后，都无佫继续。交通部是讲，会伫今年4月底前，重新用通过的版本转立法院来审议。不过业者是讲，准讲法规上路，嘛敢若会当扣坑尔。出发之前，我们提醒完的时候，他会系上安全带；在半途中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把它解开，就我们驾驶很难去做到说全面的一个管控啦。若是苏花公路车祸发生的路段，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目前已经伫做苏花安综合规划的其中报告，未来2年内会完成，包括着环境评估加计划核定，希望赶伫2030年完工。目前已经在做综合规划的期中报告，2030年之前。可以完成苏花安跟苏花改那全线的道路的这个串联。林佳龙表示，这个调速路段东澳到南澳路段是属于不是高帮线的路段，所以并无纳入苏花改，但是也是会进行14位弯路改善优化，而且当日进行综合规划的苏花安，也会将这个路段纳入，完成苏花安甲苏花改专线道路的串联，建设更加好的道路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大学欢庆推荐张放榜，今年有68间大学提供16000外的一般性的名额，不过录取率敢若6成，这嘛是创下6档来上低纪录。即成读册通勤的时间摕来复习功课，升高中时林金选徛过附近的南口高中，并且以欢庆推荐进入大学为目标。2年半时间过去校排3%，校测4科47积分，确定录取台大政治系。会觉得压抑？会有一点呢。我觉得我是取胜在学测成绩跟校内的英文的趴数。甲民族甲王品心也是个一直决定要来拼欢庆，评估校排甲学测成绩了后，顺利录取推荐的志愿。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每次段考都可以把握住的人，因为我觉得像我这种就是可能大考成绩会那种失常，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是蛮好的。繁星会放弃吗？基本上不会，我认为我就既定是要上这间学校。南口高中3年级有500外学生，甲往年同款，至少有3成学生报名欢庆推荐。今年有164人报名，116人录取，是全国上多。孩子或者是家长根本就不需要再迷失说所谓的一定要去明星高中来就读哈，因为现在我们每一个学校都有它自己的亮点。大学精选会统计，今年68间大学提供16111个名额，录取14918一般生，录取率是60.32%，是5年来上低。不过965个名额是6年来上少的。以台大来讲，346个名额，唯一一个名额出现在经济系。和今年的数学变得比较难有一点关系啦，因为它本身是属于在一类组的学系，它要把数学设为顶标，参加这个繁星推荐的人数相对就少。若是放弃欢庆录取，敢能拼指考，不过因为旧的考纲最后一届恐惊有变数，高中这边评估甲往年比起来，今年放弃录取学生应该是比往年较少。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台中地检署去年9月份有抓到农委会水表局、台中分局的秘书等5位官员，涉嫌利用办理工程招标的时接受厂商的招待。检方去年有起诉这5位官员，也有9位业者。水保局是表示讲，这官员伫今年1月份拢已经送天界法院去审理。水利工程和民生真有关系，不过煞有农委会水土保持局的官员涉嫌接受厂商请食饭，搁去花天酒地。台中地检署去年9月调查，12月侦结，按照受恶势、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起诉5位官员、9位业者。接受厂商所提供
有女陪侍的不正利益。那这一部分，检察官认为被告等人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3款收受不正利益部分提起公诉。检方调查发现，当时做水保局台中分局的秘书杨燕山等5名官员，在2019年3月到2020年6月，办理总票金超过9000万的票案，顶18站工程。因煞接受得到票案的乾坤顾问公司顶9间厂商的招待，过去有人坐台 KTV、酒店或者是私人招待所消费，这钱拢是由厂商来出。互起诉的官员含业者计共14个人。因为乌西是重罪，那事情明确，可能要关7档。水保局台中分局是表示，相关的工程拢个进行查核，另外也针对内部的流程，搁再检讨，避免代志又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山地门的地模日国小，在去年有调整，有摕到500万的经费。老师甲学生即马讨论了后，决定要甲这钱摕来种树啊，要向原住民的文化空间，要向土地来学习。甲水秀到细地农田顶面，表示教育传承。这是屏东县三地门乡的蒂摩尔国校，正式启用8年中华树生态教学园区。那这个樟树对蒂摩尔国小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从我们日据时代的教育所开始，它就已经在这一块教学园地。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以100年樟树为基地，透过我们生态科学。夫妇的智慧，然后植物多元植物的一个生态教学，让孩子们跟课程的一个连结，让我们的科学教育开始发展。蒂摩尔国校去年申请原住民新校园运动计划，摕到第1名，有500万的经费。经过讨论，决定来做生态教学园区。学生表示，希望会当学到更较侪家己的文化，也希望通定伫外口上课。希望可以学到我们自己的文化，然后那边有很多块农田，然后也希望可以在农田里面尝试种植许多我们的作物，然后并且把这些学到的应用在以后往后的生活上。我希望老师可以多带我们在这里，然后上文化课或是一些在外面会上的课。校长表示，将园区打造做教学生态地，配合自然科学各原住民的文化。囡仔会当讲故乡的故事是上好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家和万事兴，家庭的感情要好，普通时就要维护感情。南投的家庭教育中心伫国姓乡推动这爱的嫁金铺这款活动，结合社区资源，和学校甲社区合作，由囡仔返去到厝内做一寡温暖的动作，亲像是讲好听话、送卡片，也是小揽这动作，来增加父母家庭之间的感情。因为学校的霸凌事件常常伫咧发生，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甲学校合作，举办足侪活动。即摆用影片当作陪伴青少年学习，要安怎关怀身边的人。今天我们看了一个故事，叫做《你很特别》，它主要在说，不能随意乱贴标签，要和大家和平相处。活动用爱的嫁金铺当作主题，希望透过温暖行动，表达对厝里内底人的疼，提升父母甲囝儿的互动。把这个家庭教育带入我们社区，发展到邻里这样子，对这个偏乡的教育非常的贡献很大。为着要教育囡仔要安怎表达对亲人的疼，即讲透过动画故事影片分享，互青少年了解生活内底简单的动作，都会当表达对亲人的感情。这个整个课程的一个中心的架构是说，希望孩子跟他周围、跟他的家人，然后跟他关心的人都能够有比较好的沟通，然后每一个人讲的话语都是能够储存很多的爱了。南投县家庭教育中心表示，拢总有15个社区参与计划。有个今年要推出60场以上的活动，希望会当结合厝边头尾的力量，让青少年会当快乐成长。记者综合报道。
当年3月份是嘉义梅山的指定花季，今年因为雨水较少，所以花期有受到延长。不过这阵花也是开甲水当当，嘛有带动在地观光。在地观光业者就讲，已经有真侪人去注文要去佚佗。嘉义县梅山的水利川，毋但是茶米的产区，嘛是出名的赏花圣地。逐当3月，水利的指定花开啊，都吸引真侪民众来吃。第一次来的，对，然后特别的这边的山特别的高，空气又好又很美，这样子，非常的很喜欢。看了之后到这里心情又很好，对啊。你如果有人潮，大家来看瑞里地区这个茶产业，他如果住在民宿，我看每一个民宿业者都很有在推广我们茶这一区块，因为如果没有游客，其实你也没有人潮，你也不会带动茶产业。水利举办花季活动已经4、5档啊，每档这个季节，这的观光甲在地业者嘛对着指定花开花兴旺起来。在地业者表示，指定花的花期有3礼拜，刷来还有花金菇通看。我们民宿目前假日都客满，而且那个是沿未到那个萤火虫季5、6月份都是客满的那个状况哈，是非常有帮助的。社区表示，今年初山顶较寒，佮加上无落雨，指定花开甲比旧年较济嘛较水。嘉义县文管局讲，配合指定花开花这段时间，嘛有一寡活动，希望会当吸引民众参与，增加水利地区的观光发展。记者林伟玲嘉义报道。生活消息，咱来关心有一个在美国在留学的台湾人，伊伫美国的超市去买到一包新德米粉，不过当去处理才发现讲，这包装顶头乃会写中国台湾省，感觉真怪奇。正港的新德米粉业者是赶紧出来驳回讲，这个留学生去买到的是中国做的假的新德米粉。拄炒起来的米粉看起来就真香，世界有名声的新德米粉，真侪人拢爱食。不过，即马在美国传出包装写中国台湾省新德市制作的山寨新德米粉，正港的新德米粉业者感觉实在真冤枉。它也没有电话，基本上很容易分辨的，就是说你一定客诉一定要有电话嘛，他也不敢写。不管我们任何产品我们销到中国去的话，我们也不会特别去写中国或者是其他的等等的字眼。实际来到米粉店，家顶管几啊款米粉又在人客境。头家呼吁消费者要买进前一定要看清楚，制作的产地才袂去买到假。我们看这个 logo， 基本上就跟它那个橘色的带着 logo 不一样，它是画得很粗糙的，而我们的 logo 是比较精致一点的。其实仿冒就是这样啊，就是粗糙嘛。业者嘛讲，其实这款状况已经几啊档啊，若是要拍看国公司，成本伤悬，所以因只好提醒消费者买米粉进前，目睭就要闭乌金。记者对君豪新竹报道。去年，咱政府环保署要拜托伦敦的正经行业，算出咱台湾应该收偌济碳排放的费用。也毋过报告拢做好啊，环保团体即马是指出讲，环保署伫今年提出的营运办法内底是无把费用的标准写入去，而且连时间表也拢无规范。3月17日，环保团体召开记者会，讲环保署马伫去年委托伦敦正经学院 LSE 计算台湾政府对产业碳排放的收费标准。但是今年环保署提出的气候变迁应用法草案当中，敢若讲到会建立碳费的收费机制，但是详细收费方式、时间等等，却完全拢无规范。那我想碳定价，第一个，它绝对不是要去找企业的麻烦，我们必须把排放1吨碳、排放温室气体，它其实对于环境跟社会所造成的成本给算清楚。因为我们把它算清楚了以后，才能够把它给纳入到企业经营的这个经营管理的策略，甚至是成本效益估算的策略里面。学者表示，碳费的收入会用伫温室气体减量的工课，若是会使把这个收入用伫补贴大众运输顶悬，互民众更加愿意坐大众运输，嘛会当达成减少污染的目标。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例子是台中市的公车的这个补贴。它前面以前是前10公里免费，那这样子就改变了这个整个台中市市民就有
比较更多的人就愿意去采用公车，然后也使得公车公司就有这个能够营运，所以整个这个运输结构就改变了。环保团体表示，环保署以前有讲，拖费按算一栋收100块的新台票，或者计算，安尼每度电敢若会收到8块银的拖费，每公升汽油嘛只有2角外的拖费，一定才会有效果。学者表示，若是 LSE 提出的方案落价真好，每栋对10块美金开始，慢慢增加到2030年98块美金的目标。甲每栋100块的方案相比，以1美金换28块新台票来算，上悬是会当差到27倍外。环团讲，台湾的检讨表现伫全球是排后坎的，应该较拍拼的，呼吁环保署爱制定有效的碳费才会使。记者郭碧君、张水台北报道。2014年，太阳花学运占领各国，以至24天才结束。真侪民众用无共款的行动来表达支持。侪人是管物资、管食物，坐甲食袂起就爱拼现实。当时就有参与学运的少年家咧思考蹭饭这款问题，嘛咧想家友的人生，所以就开始投入街头计划，成立人生百味这个社会企业。学运是结束啊，也毋过这少年家改变社会行动也咧继续。2014年3月18发生台湾头摆民众占领立法院的行动，真侪民众送各种物资小天支持，但物件一捆仔送伤济，尤其是食物，食袂完只好单调。有家友想要去领，却领无，看到这一幕的无颜值，甲2位朋友开始思考街头运动也会当有啥物变化。所以我那时候发现说，今天在街上除了这些学生之外，还有这些贫困的人，那他们是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才发现说，原来在街上也是一个，当人失去了住宿的选择的时候，他就跑到街上来住；当他失去了工作的选择的时候，他就跑到街上来做拾荒、做街卖。所以我们发现说，其实在街上的人跟这样的学生，其实都有一个很类似的地方，他们就是失去了一些选择的人，而街头就成为了一个人最后的选择。无间地讲，因为无发言权，才会行来街头。家友嘛同款，所以伊甲朋友做伙成立人生百味这个社会企业，展开各种的街头计划。咱会用无同款的计划来去帮助一寡艰苦人。譬如讲是咱为上开始的时阵，就咧办的石头汤的活动，就是会让互无同款专业的人，你可能无啥会晓煮饭，你毋是这方面的专业，毋过你嘛会使来用家己的力量来做伙去接受到一寡伫咧街仔顶生活的人。这边有3种，一个是鸡腿蛋，然后麻油鸡，然后还有是蛙粿。这几天嘛有团体甲学校来记者做伙参与行动。人生百味表示，接触艰苦人了后，发现教育甲服务同款重要，嘛是因爱拍拼的代志。我们预设其实很多人就应该要可以顺畅的表达，我们预设很多人就是应该他要能辨识文字的能力。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很多生活在贫困状态的人来说，是他可能他没有这个条件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在百味在后期的工作里面，我们希望人在脱离贫困之后，他可以带着这个贫困经验，然后团结起来，开始为他这个经验发声。我会离开车头，将阮的生命当中带走。鼓励这阿兄阿姊练习写字，嘛通消透心情。人生百味，毋若帮助艰苦人，同时嘛望求我民众甲街头者的距离。因为一般大家想到要去甲即个人斗相共的时阵，拢会认为讲这是社工的专业，一定爱有这个专业的人才会使去帮助因。毋过人生百味拢毋是这方面的专业，毋过咱就希望讲每一个人你嘛会使用家己的方式、家己的力量来做这个代志。面对街头散车的问题，社会大众常常有错误的印象。人生百味用陪伴来理解，嘛将这个影响力扩展出去，邀请民众做伙加入街头运动，让社会的善良力量发挥功能。记者杨淑晴、夏桂林台北报道。
在镜头来讲话，实体册店伫即阵的网络时代是真恶生存，真侪国家拢出现倒店的风潮。毋过伫中国有一间连锁册店生意颠倒好，毋但是伫头开分店，而且一开播就引起话题，因城人客的撇步是出伫店内装潢。自家有2层楼悬，细练的楼梯，天棚硬件，这是中国四川成都新开的连锁书店江珠谷多工园店。店内设计袂输敢若是魔幻世界，一开幕讨论度就真悬。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书，然后再顺带看一下这个环境比较好拍，好像也蛮适合拍照的。刷抖音看到了，就顺便来看一看。多工园店是江珠谷上新的分店，占地363平，内面采伫咧卖书超过8万本，当然拢是官方审批的出版物。我们这个区域呢是一个中国文学类的作品，这边的书籍都是一些文学小说类的，都是比较畅销的，从那一边到这一边。江珠谷互人叫做是中国上水的书店，不获国际媒体评比成做全世界10大上水的书店之一。伊的特色就是连锁，也毋过无重复。以所在地地点做设计，负责设计是上海设计公司伟商国际。我们可以说，从10年到13年3年期间，它整个关闭掉，只剩1家书店。西班牙有一间书店非常漂亮，是一个在城堡里面的一样的书店，所以很多人为了去看那间书店才去那间书店，所以他就想说，他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拯救他的书店。伫即马江珠谷有8间分店，新开的多工园店，每天的人客超过4000人。伫实体书店愈来愈少的寒冬期，这间连锁书店用多变迷人的室内设计，行出一条路。公司新闻市湾林北记。轿车平台 Uber 已经宣布讲，因要甲全英国7万外的这款司机来做劳工。这劳工有基本工资，嘛有特休假、年假会当休困，而且有退休金。这嘛是 Uber 伫全世界的头一例。Uber 甲因旗下司机之间的争议已经完成久啊，即马有重要突破。这间轿车平台领头，伦敦的时间16宣布，全英国7万外位 Uber 的驾驶会看作是劳工，毋是自雇者，会提供基本工资等权利，创全球先例。Uber 讲，自17开始，25岁以上的驾驶享有上加1点钟8.72英镑，大约是340块台票的基本工资，要带薪假、退休金提半，加部分医疗保险。驾驶赶快会当选当时要接单，而且车主也袂起，主要是因为这场官司。The Supreme Court unanimously dismisses Uber's appeal. Uber 之前和25位驾驶机反映过，要求公司爱负担支付上架工资等责任。如自法庭裁决驾驶赢 ，Uber 上诉。中国嘅和最高法院驳回维持原判。I think it sends a strong signal to companies like Uber, these big massive companies, that the workers can fight them. 判决出了 ，Uber 一开始讲判决只可能适用少数嘅司机，不过面对着几路件诉讼嘅风险，国界是讲适用全体嘅驾驶。公运人士认为这项历史性嘅胜利，唔但对英国，对全世界零工产业拢有可能产生影响。之前法国最高法院也裁定 ，Uber 司机应该被看作受雇者。另外，美国加州的法院去年也有这种判决，不过要互选民公道判决，当地 Uber 的驾驶依然维持自雇员。公司新闻市湾林北记。嘛是在英国，这是因受疫情抑个脱欧影响，英国正出名的黄水仙花，即嘛是请无工来办花，出口大受影响。外销欧洲交无过，水水的花有70%拢藏咧混乱。黄金面的水仙花开满规个花残，工人伫内底一面掠将还未开花水仙花给挽落来。英国自2010年脱欧了后，爱重新制定甲欧盟之间的各种条约，互瓦克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欧盟渔港农业、花卉业者一时之间都欠人。Every spring season, we require a certain number of people to crop the cut flowers, the cut daffodils in the fields, and normally we'd use 150 people to do that job, but those people just are not available. So this year it's 25. 业者统计，每年公司营办2500万盒水仙花，按过照目前的进度，今年办600万盒，将近70%外花会烂在田内底。
泰勒指出，工人欠缺除了是关注脱欧，疫情也影响外籍工人入境的人数。另外，也佫限制用伫粮食种植采收较济。 The government has come up with a seasonal workers scheme, but unfortunately ornamental horticulture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pilot. We have been promised that it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future, but we don't know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start. 因为对工人需求，也互工人倾向选择薪水较悬的产业，因为水产伫英国是上销的产品，所以也互业者无法度用伤过悬的薪水去争取工人。水产伫英国国内甲国外未进行，也受到脱欧甲疫情影响，亲像是封城政策影响餐厅甲饭店营业。 对种植花的需求也对咧降低。另外，英国水产重要的出口国家德国甲爱尔兰也因为脱欧了后的复杂贸易流程，影响出口市场。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来看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30度。 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34度；东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7度；外岛是14度到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咱再会。